各位兄弟平安。礼拜开始，看咱即时当心安静咱的心。咱入来的时阵，咱会记有摕到咱的牌仔吼。咱入来的时阵有摕到咱的牌仔，请咱毋免照牌仔的号码，迄是要控制咱的人数尔吼。所以咱毋免一直找咱的位。一条椅仔坐2个人，咱的标准一条椅仔坐2个人吼。啊，所以你若入来，咱第一排是咱今仔因有迄个圣餐，所以咱第一排，然后聚会迄个长老来坐。第二排是咱的受洗者，第三排是因的家属。啊，剩咧后壁咱会使照安尼来坐吼。一条椅仔坐2个人，啊，迄个号码，你摕到号码牌仔是要控制咱的人数。咱即马咱的教会一场的聚会会使99个人，吼，99个人是包括所有的侍奉人员。啊，咱入来的时阵，请咱会去扫咱的 QR code 吼，伫楼骹爱扫 QR code。吼，这是咱礼拜要来开始，来先请赵甲。耶和华，我专心求叫你，求你应我，我要警醒守你的律例。我对你求救，求你救我，我就要守你干净的话。我趁天未光求叫你，伫你的话我有盼望。暝是天还未深，我的目睭已经裂开，因为要静静想你的话。求你照你的慈爱听我的声，耶和华，求你将你的判断予我回答。这是三重内经圣诗，圣诗258首，圣诗258首，请咱齐声感谢上帝。
请咱起立来吟全诗。请咱犹原徛地，用四道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使者，咱的主，伊为圣神投胎，对十字架上死，被分流掉落离开死后，定死的死埋葬的灵物，会三日对上中国上天，他最全能的上帝道明，伊要对咱在心换换甲心来，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教会，圣道上好，最下的用给我，永远阿门。请坐。这是来启应文第29篇，启应文第29篇，上次是诗篇119篇。我来启，请咱来过上来译。因为无通指责，这款人真有福气，听叹上主的教示。这款人真有福气，少年人着安怎互生活纯洁？上主啊，我要专心找求你。我将你的话藏伫心内。求你开我的目睭。我的心悲伤到要喙去。求你，互我无行虚假的道路。求你，互我袂意爱虚假。伫患难中，我得到安慰。我受管教对我有利益。
我若毋是意爱你的律法，我实在真意爱你的律法。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你的话一个解说就发出光，你的公义煞到永远。咱三角压头来祈祷，向阮世间人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伫过去的日子保守带领阮经过这个困难的境界，拢得到平安。阮感谢你。伫这个受分别的早起时，阮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当心自责要敬拜服落你，求你按现空听阮的感谢甲恳求。求你顺你的圣手扶持阮，保守阮的出入，有你的平安，甲阮三同行，无拄着恶当等的事。伫这波的疫情中，阮这所在虽然有较好的控制，求主保守，互这波疫情会当赶紧来平静落来，互阮的生活会当恢复正常，互人甲人中间的热情关怀。来恢复正常，对上帝的信念若坚定。今仔日阮教会有就兄弟的成人洗礼，甲一位姊妹的信仰告别，有3位姊妹兄弟姊妹的献信礼。阮真欢喜，因加入这个信仰的大家庭，伫遮来学习、造就、甲成长。求主保守因的心思意念。伫这个暑期要结束，学生开始要开学的时间，求主保守伫这疫情中，这学生有健康的身体来学习，求主保守因的平安顺利。也看顾阮中间有人拄着失丧甲困难的人，求主安慰；心灵忧伤的、痛病痛的，求主保守伊；有拄着恶担当的事，求主赏赐智慧来分担因的困难。今日是新学生来分享你的话，求主用油抹伊，互伊所讲的有对你来的福气，互讲甲听的拢平平得到。结尾，阮安尼祈祷，恳求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是咱三角来看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路加福音》第1章，《路加福音书》第1章26到38节，26到38节。咱就我来读。到6月日，天使加百列奉上帝所差到加利利一个城，名叫拿撒勒，成分一个在色女，是已经确定着互大毕家的一人。名叫约瑟，这个在色女名叫玛利亚。天使入去，对伊讲：得到大恩的人啊，平安，主甲你基地。玛利亚不知讲领伊的话，想这个请安是甚物意思？天使甲伊讲：玛利亚，无得惊，因为你得到上帝恩典，当你要怀孕生囝。就甲伊号名叫耶稣，伊要做大，称做至悬的囝。主上帝要用伊的祖大必的位互伊，伊要做王，伫雅各的家到代代。伊的国无强也无强尽。玛利亚对天使讲：我也未有嫁人，怎样有这个事？天使因伊讲，圣神要临到你，至悬的权能要庇荫你，所以对你生的，要称做圣，做上帝的囝。故你的亲戚伊丽莎白已经老也怀孕，并所称做未怀孕的，等有新6月日来。因为上帝所讲的话，无一句无力。玛利亚讲：我是主的女婢，愿照你的话应验我。
天在就离开伊去。学老，这是圣歌队要来学老，为着主的荣耀，为着主的荣耀。正道，这是请新学生来正道。伫今仔所要正道的题目是“当天使向你传达的时”，当天使向你传达的时。各位上帝所听的兄弟姊妹平安。平安。
只是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阮这时来到你的面前，求你的话语甲圣性来工作。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讲到天使的时，想要请问兄弟姊妹，你头一个想到的是啥物？有可能咱想到的天使是足古锥的迄款，嘛有可能咱想到的天使是喙笑目笑的。伊可能是要来传播一个好的消息。真侪人嘛，毋茫讲有一天会当看到天使，毋茫天使来到咱中间，会当解决咱一寡问题，甲咱斗相共。即使咱会当选择，可能大部分的人拢会希望，毋茫有一天会当看天使到底伊的面貌是安怎，伊是啥物款。但是，若是有一天，这个天使来找你啊，伊来找你讲话啊，而且伊阁要爱你，要来做一个决定。这个决定有可能是甲你的死活有关的这个决定的事。安尼，咱敢阁会希望这个天使来找你？咱若对路加福音的起头来看，路加写这个福音书的原因，是因为路加福音的作者伊要写一本册，互这个提俄菲罗先生。这位提俄菲罗先生到底是谁呢？有可能是当时一位做官的先生，伊是一个官员，但是嘛有可能，这嘛是一款文学表达，因为提俄菲罗这个名，伊有上帝所疼的人的意思，像是伊嘛有疼上帝的人的意思，所以表示这位提俄菲罗先生，伊可能是认捌耶稣的，而且伊可能嘛知影军队耶稣到底是啥物意思。咱也是会当看到经文的第4节，路加伊是徛伫这个信仰的顶面，对头详细来查考拢总的事，互这位上帝所疼，也是疼上帝的提俄菲罗先生来确定伊所信的拢是确实。煞者咱会当看到，伊要讲的就是伊详细查考的结果。大圣伫圣殿内面，上帝派伊的使者加别的撒加利亚来显现。伊讲起伊的某伊丽莎白会有生，而且伊的囝要叫做约翰。上帝任命这个无法度有生的妇人人，毋仅除去伊无法度有生的这款见效，天使讲出伊丽莎白有生的这个过程，就哪亲像旧约圣经内底撒母耳先知伊出生的故事同款。这表示约翰的出生就是煞者上帝伫个人类历史中伊救恩的计划。伫今仔日所读的经文一开始，是伊丽莎白有生6月日的时阵，上帝找伊的使者加别的到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一位在色女来讲话。咱看到天使的加别的伫遮是一个真重要的角色。天使这个词伫圣经的原文中是表示使者的意思。这个使者就表示讲，伊背后有一个找这个使者的主人。这个使者的出现，就表示伊背后的这个主人亲自伫你的面头前。而且这个使者伊所讲的话，就哪亲像伊背后这个主人伊亲嘴所讲的话。这个天使有一个名，
伊名叫做加百列。这个名的意思是上帝快乐，所以咱会当看到今仔日所发生的代志，是上帝快乐，上帝透过伊的使者所要来成的。上帝的使者加百列出现伫在色女玛利亚的面前，这个玛利亚可能当时只有12岁到16岁中间，而且已经甲大逼家的约瑟来订婚。咱会当看到加百列入去了后，用一个足特别的方式来甲玛利亚请安。这个请安，互玛利亚非常不安，就若亲如迄个水面，互人开始拉叮当共款。玛利亚开始咧想，天使这个请安到底是啥物意思？天使对玛利亚讲：毋免惊，因为你已经得到上帝的赐福。天使嘛一直咧讲。才得到大恩，得到上帝的恩典。天使一直讲到祝福这个字，这个字伫原文表示的意思是上帝计划已经在进行，但是伫这个时阵，阁还未完全得成。后壁咱会当看到，这个计划阁包含耶稣伊的王权。天使宣布，迄个旧约先知所预言大逼的后裔，迄个将来要承接大逼王位的迄位耶稣，伊要透过圣神来到世间，伊要互人称作上帝囝，伊的国无穷无尽。可能对咱在座真侪兄弟姊妹来讲，耶稣是上帝囝这件代志。是咱已经足熟悉、足明白，有可能伫咧圣诞节的时阵，拢真知影即个故事；嘛有可能是早期咱伫咧上圣经的课的时阵，咱就已经明白，而且已经相信的代志。但是对即位读即本册theo回罗先生来讲，耶稣是上帝囝即件代志。确实是一件真特别的代志。这个生命的囝的故事，其实伫当时罗马希腊文化中，因的民间的宗教内底，是足定会当听到的。这个民间宗教，世间有真侪即款生命的囝的故事，伫因的中间。theo回罗先生伫遮看到遮，应该是真知影当时因的遮的民间宗教的文化。特别这个故事的开始是讲起，这个时间是发生伫希律做犹太王的时。迄当时是罗马皇帝统一天下的时阵，所以伫咧罗马帝国内面，这个罗马皇帝凯撒奥古斯都。伊就互人称作是上帝囝，伊嘛互人称作是世界的救主，因为这罗马皇帝伊替世界会当有一个罗马帝国统治下面的和平。所以30节到33节，天使伫遮对玛利亚所讲迄个宣告。迄个耶稣要出生的即个预言，伊拢是一个真理的宣告。天使讲起，即个信仰并毋是外面民间宗教的一款信仰。因即位要出生的王，嘛毋是人咧恶倒的迄个罗马皇帝。这个王是世界顶面真侪人所传扬真理中唯一的真理。
天使伫遮宣告讲，这个王耶稣这个王，甲当时迄个罗马皇帝政权的迄个王无共款。而且这个代志嘛，毋仅甲一个在小女有关系，伊嘛是表明伫历史中，上帝透过在小女来显出伊的旨意。耶稣这个名是对希伯来文来翻译过来，名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拯救，也是耶和华施行拯救。上帝使用这个在小女要来显出伊的拯救，这个拯救是超越世上一切的权能、一切的权势，而且这是唯一的真理。玛利亚听到天使所讲的话了后，伊就想要搁一摆来确定这件代志。上帝使者甲彼得一方面宣告，圣神要降临到玛利亚的身上，来成做玛利亚伊靠人家己无法度成做的代志。同时，伊嘛在宣告至关的能力，迄个权能要对应你。表示这个创造世间万物的王，伊要用伊的大权能来将伊完全包围。就那亲像有一个神学家奥古斯丁伊捌讲过，伊讲当上帝开始行动的时阵，伊的行动拢是出伫疼，这个疼要包围咱。而且带咱出来进入伊的救赎内面，所以咱会当看到天使甲彼个搁玛利亚来讲出伊的亲戚伊丽莎白有生的代志，伫遮来证明上帝话有气力，上帝所应允的嘛要透过信心来成做。玛利亚表明家己是上帝的女婢，愿照你的话应验伫我。这时阵，玛利亚看起来就那亲像是家己决定要来顺探上帝旨意，但是拄仔看到天使伫遮的宣布，却是表明。这一切代志会当来成就，拢是因为圣神临到玛利亚的身上。若毋是圣神，人就无法度有迄个信心来回应上帝；若毋是圣神，人就无法度来接受信仰；若毋是圣神，人就无法度来承认耶稣的王权。伊的王权伫咧咱的心上。咱的教会是长老教会，伫咧咱教会的传统内底，是礼拜是用上帝的话来做中心。有一个神学家加尔文就认为讲，上帝的话有包括3个方面。头一个方面是圣经用写的圣经，第二个方面上帝的话透过讲道讲的讲道，第三个方面上帝的话透过看会到的圣餐。当然，咱知影上帝予人的启示，嘛伫咧咱的生活中不断地甲咱讲话。亲爱兄弟姊妹，伫咱的生活中，当咱有机会当经历到上帝的话语的时阵，咱可能会亲像玛利亚同款，有的时阵咱会有迄款不安，咱嘛会着惊，有可能咱嘛会有戆影的时。但是这个戆影，上时嘛是代表一个邀请，就那亲像玛利亚拄到
上帝使者在传达的时，玛利亚我着信心，伊互上帝的疼来包围，直到伊会当来回应。我是主的女婢，愿意照你的话，成成就伫我的心上。所以，咱会当嘛来思考，当上帝的话临到咱的时，咱刚会当来承接迄个圣神降临伫咱中间，直到咱会当嘛甲和玛利亚同款，会当来讲，我是主的女婢，愿意照你的话成就伫我的心上。若是今仔日咱有咱愿意来接受这个邀请，即时想要邀请各位兄弟姊妹会当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引带阮到你的面前，到伫你的圣会，根据你的话语，甲你的圣性，伫阮的中间来工作。因为阮常常发现，阮想要我靠家己的气力来成做你的心意。但是常常，阮伫中间一再的失败。主啊，愿你的灵就是圣神降临伫阮中间，愿你的话语甲阮同在，互阮伫面对你的话语，在甲阮讲话时，求你帮助阮。互阮会当做来死，你来活，恳求你甲阮同在。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免。这是咱来吟圣诗，圣诗第365首，圣诗第365首。愿主旨意必成直对，愿主旨意必成直对。请坐。这时，我要邀请咱大家做伙来吟圣诗第354首，总是用坐地来吟就好。咱做伙坐地
然后咱吟第1节到第2节。在吟的时阵，特别是第2节吟到第2节，我要邀请江俊仪兄弟、江俊仪弟兄来到台前。这是咱来吟圣诗第354首。等一下，电子。我们邀请兄弟姊妹，即时做伙起立。江俊仪，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门。平安的上帝，互你一尽正心，各愿你的神、甲魂、甲身躯，
伫咱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通得到保全，无通嫌。你已经告别你的信仰来受洗，我挖去教会头，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甲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长小会官兵接纳你做陪参会员，有份伫主的道，甲新的约的稳定。咱做伙来祈祷。全能慈悲的上帝，愿感谢你遮尔大的恩典，用这个圣礼典接纳你的囝儿入你的教会。愿你祝福伊，求你用圣神降落伫伊顶面来坚固伊，也用恩典修饰伊，互伊结然伫基督得到主的充满，永远伫你内面。当伊拄着试探的时，保护伊。互伊会精进信仰的好精进，愿你开力扶持伊的软弱，保守伊安稳伫你的厅内底，佮互伊一世人服侍你。阮的主上帝，求你互阮逐人对今仔日参加这个圣礼典了后，佮较明白洗礼意义。求你赦免阮，因为时常阮离开你的路，直到阮亏欠，领受你的恩典，求你互阮反悔，倒转归于你，对答了后做你尽忠的奴仆。阮安尼祈祷，是我靠无罪的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这时，请会众请坐，小等注意，小等，来头前。转个身哈。俊怡是现在伊的工课是，伊是台大的博士啦哈，台大政治学博士，上时阵卖是伫立法院内底咧任职，所以咱恭喜伊今仔日也接纳伊，今仔日伊的太太甲伊的朋友拢有在场吼。稍等一下，我想即时请小会员先来接纳。真歹势，咱就无用手，咱用拱手，还是用这个这种的方式来接纳啦吼。来，咱嘛敬上礼密啦吼，敬上礼密。上面有名字哈，这时候有献花没有了哈？没有，有献花哈。那个顺便献花，我们可以拍一个照哈。来，献金，恭喜恭喜！来，咱拍普拉欢迎伊，点亮简单好不好？咱欢迎伊，上时正做汤教会的大家庭中间一份子，所以咱做伙来欢迎伊啊！有要做那个明月已经照完相了哈，你照了吗？好，照了哈，照了哈。好，安尼好，咱搁一遍拍普拉来欢迎伊点亮简单。这是咱做伙来吟圣诗第354首的第3节。伫吟唱第3节的时，我要请蔡志勋、黄瑞英、黄嘉贤在吟的时阵，请恁就来到台前，伫第3节的时。
个时候，因为我需要用华语来进行誓约，我需要用华语，因为我们当中有人台语只能听70%哈，所以我需要用华语来请你们誓约。我们得着帮助是在乎倚靠造天地耶和华的名。因此，在前面站着的黄志勋、蔡志勋、黄瑞英、黄家贤，他们在幼儿已经受洗，今天要在上帝与众人面前告白他们的信仰，他们接受坚信力，并且得以接纳有份于主的圣餐。主内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在幼儿的时候已经受洗，连结于主耶稣基督，成为他教会的信徒，属于他。上帝的恩典使你们现在长大成人，如今你们要在上帝和众人面前承认你们的父母过去替你们所立的约，告白你们的信仰，归属于他，奉献自己给他，重新立约，一生一世服侍他。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曾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所以我要劝你们，必须告白你们的信仰，在上帝和众人面前诚实回答这时我所问的问题。你们深信上帝是你们的天父，耶稣基督是你们的救主，圣灵为你们的保惠师吗？你们要大声一点哦，后面的人没有听到不算哦。你们是否诚心认罪悔改，并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使罪得赦免呢？你们当倚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服侍他，一生一世走他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你们愿意如此行吗？愿意。你们幼儿已经受洗，这时你们也已经告白你们的信仰。我奉教会的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桃园小会的权柄，接纳你们为陪参会员，有份于主的宴席和新约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让这位来祈祷。全能的主上帝，你在这世上建立你的教会，应许保守到世界的末了。我们感谢你，对蔡志勋、黄瑞英、黄家贤这些儿女，你的儿女所施予的恩典，感谢你接纳他们，我们可以因他们亲近上帝而得着的喜乐。我们感谢你，通过他们的洗礼，通过他们在人跟你的面前的宣告，你将要使他们有份于基督的身体。我们感谢你，使他们在信仰上得着培育，在生命跟生活上得着感化跟帮助。我们祈求你赦免他们一切的罪，求主保守。当他们这时候献自己为祭的时候，求你按你的恩典接纳他们。当他们前来领受圣餐时，接受主耶稣的身体与宝血时，求你使他们看见、得享、体验到你的爱，明白你的恩典。求主保守，
用你从上面而来的能力保守他们，使他们永远归属于你，天天在圣灵里长大成人，直到永远。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这时候我要邀请你们，这个转身哈，转身。我想这当中有2位年轻人，我们当中或许有些人从小看过他们，他们是瑞英跟嘉贤，他们在我们当中，可能长大之后有些人不太认得，但是许多人都认得他的阿嬷，他们的家庭哈。那我们感谢他们，他们接下去要到澳洲去读书。那事实上，这个瑞英今年也才从这个南坎高中毕业而已。那我们也为他们祷告，欢迎他们进入桃园这个家庭，为他们之后在澳洲的这个读书的行程来祷告。那志勋兄上次就有说要捐信礼啊，哈，那只不过因为手术的关系，所以他就延迟到这一次。志勋兄是从在屏东延州教会、扬州教会受洗礼，细汉伫遐受洗礼，来到桃园打拼嘛20几冬啊，所以我们恭喜他，并且欢迎他们就在我们当中，用掌声来欢迎他们在我们当中。这是来加拉，所以我要请谢委员来加拉哈。那一样用这个，好吧，就只好这样，拱手。欢迎，欢迎。来，这时候来献花了哈，来送礼物。那这是上帝的话哦。那，等一下，这是秩序。回音。恭喜你！你很多花，被金嘴会哈。来，我们来看前面，来。好，我们再一次掌声欢迎他们在我们当中。平安。上尾咱来念圣诗第354首第4节。在念的时，我要请邱凯婷姐妹到台前来。好，邱凯婷姐妹到台前来。上帝名向世地堪伊，表明定心，坚固咱心，免你心声。顺天法度，常常照耀，行主的路。我们得到帮助是在乎倚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愿上帝保守站在我们前面的邱凯婷姐妹。她已经在别的教会已经受洗归入主的教会里，如今她要来归属于桃园教会，因此我们透过这个宣告，愿邱凯婷姐妹同心立约的历程，也能见证在众弟兄姐妹的面前，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曾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也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因此，这时候我要劝勉你，在众人跟上帝面前诚实告白你的信仰。这时候，请你来回答我所问的问题。你深信上帝是你的天父，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圣灵是你的保惠师吗？是。你是否诚心认罪悔改，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使你的罪得赦免呢？是。你当倚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服侍他，一生一世走他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你愿意这样行吗？愿意。你已经在贵格会当中受洗，这时候你也已经在我们当中告白你的信仰。我奉教会的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也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桃园小会的权柄，接纳你为陪参会员，有份于主的宴席和新约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让这位来祈祷。全能的主上帝，你恩待你的孩子，你保守他，让凯婷在大学的时候就认识你，你带领他，并且让他归在你的名下。主，我们感谢你。主，就求主你保守，当我们再一次在众人跟上帝你面前立约的时候，主帮助他在生活上、在身体上都能够得着你的恩典与他同在的力量。我们求你赦免他一切的罪。此时他将自己献上给你，求你照你的恩典接纳他。求主保守，让他有属天的能力。求主应许，让他永远属于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这时候我也要邀请凯婷向后转，对。主德长老认识凯婷已经很久了，从小就认识了。他的爸爸是主的长老，重要的同事跟伙伴。凯婷在大学的时候也认识了主，因此我们持续为凯婷跟她的先生来祷告。我们求上帝怜悯她的先生前不久才有一个小小的中风，现在慢慢恢复中，所以要请我们持续为凯婷来祷告。这时候我要请小会员来行接纳礼，好，好。那我们来拍一张照，好，拍一张照。好，那我们用掌声来欢迎凯婷成为我们当中的一份子。好，请一下。这是咱做伙来吟圣诗第363首。圣诗第363首。透过这条歌，咱用祈祷的心来陪伴甲主坐道。
咱吟第1节到第2节就好。阿高北表，咱当时来归乐。三个北表，咱当时来归乐。等我天先归乐，明清早个明日头，主求你的名三个日归，让当心来归乐。三个日归，让当心来归乐。等我天先归乐，明前早更别日头，主求你的名以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今仔属伫伊教会陪餐者三甲守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对今仔归往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恁今仔着我担当台，着就近我要互恁安息。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咱做伙伫地。所听的兄弟姊妹，请注意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提饼祝谢，来八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提饼祝谢，所以咱照伊的名，照伊的模样，大声来感谢上帝。咱做伙来祈祷，主上帝。当阮照你命令摆设宴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祀，阮谦卑求你找圣神、圣别馆，也圣别才会摆伫你面前的饼甲葡萄汁，阮接受这个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恩典的帮助，会通成做阮属灵的培养，也会成长伫你的恩典中，荣耀你圣名。奉主的名求，阿们。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弟兄妹，当长老咧替咱准备服侍时，我要邀请咱为着家己来祈祷，为着家己的软正祈祷，为着家己的苦痛祈祷，为着家己的破碎祈祷，爱其实主为咱破碎，因为安尼。伊互咱得完全，所以我要请你即时为着家己来祈祷。
对啊所讲，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跟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跟我的人，我决断无去杀伊。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了咱拍破的，就行安尼来纪念伊，做伙来领受。虽然所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洗入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伫这个时，我要邀请咱来做第二个祈祷。请你会当伫这时，不管咱摕到饼，也是还未摕到；摕到杯，也是还未摕到。我要邀请你为着你所听、甲听你的人祈祷。咱所听的人，咱目睭闭起，拢有法度一个一个念出因的名。目睭闭起，咱的头壳内拢有当凸现因的面。因为安尼，我要请你即时为着这个听你的人，以及你听的人来祈祷。若所讲，我徛伫门外拍门，听见我的声来开的人，我要入去就近伊来甲伊食，伊也甲我食。愿上帝恩典，愿咱拢做伙伫主恩典的宴席内底。
这个杯是新约，伫耶稣基督的血设立为，今仔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伊，请三甲做伙来领受。咱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咱做伙伫地，请做伙来祈祷。愿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对你极大的疼，互阮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真活的食物，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知影阮真正是圣境奥妙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后裔。阮的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予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煞用慈悲帮助阮，阮会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对答以后用光你，奉阮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这时，咱做伙来吟唱。圣诗第363首第3节，第3节哈。这是咱的奉献，请团定结束甲调美主结束来书的。让咱起立来敬奉献诗。
即是来报告的大声，咱来念今仔日的金句。我来读一遍，请咱会上来谈一下。玛利亚讲：“我是主的女婢，愿照你的话应验伫我，天使就离开你去。”路加福音书1章38节，请。咱来掀开周报的第一页，是前两礼拜，甲咱前礼拜甲后礼拜的事项，请咱家己来看。还有周间的聚会，请咱来家己来看。第二页是小组的代祷，请咱家己来看。若有需要代祷，请咱各小组长来登记吼。掀开第三页消息报告，今仔日有举行圣礼典。咱有青年礼拜，甲第一场、第二场，拢有举行。第二场咱有加举行洗礼式，请咱为着这新的成员来祈祷。第二点，公益主要甲各班级的毕业生名单，请咱来看。咱等者放影片来互咱来看。第三点，中昼咱等一个礼拜了后，请财务部的部员到7空的教室举行布会。第四点，请家长陪小朋友做伙来学习这个主入学的线顶的礼拜，教学礼拜。后礼拜咱有要举行就任式第二场的礼拜要举行学制的会长来举行上任，就是主入学张碧君、学青团结侯文生。少年团结赖和瑜，9月份伫过长老，中级长老陈建州接受邓亚庄甲郭明伟。第四点9月份的中执会，咱要伫6楼，伫11点半要伫6楼召开实体的中执会，请各部伫开会前将资料交予办公室来会诊。中执会了后要煞开小会甲咱注意小会员甲咱的中执甲长老，请特别注意。来小会的消息，第一点，咱有接到市政府的同意，咱的防疫计划，所以咱即马对4楼甲9楼的人数，下礼拜的人数会当99个。请咱注意这99个，毋是讲就是4楼、5楼99个，是4楼甲9楼的中间99个。所以咱会靠咱的办公室的人员，所以咱要注意，这个是咱核准的咱各团契做社青、学青甲少年团契，咱恢复实际的聚会，但是咱嘛是爱照政府的规定，没法做。1.5公尺的距离，1.5公尺的距离爱扫 QR code 这咱逐场的聚会拢是安尼，煞咧爱做消毒。其他的各团契咱伫开会了，咱会做决定咱会照政府的一直来滚动式的那个做迄个修正在夜班咱会当会暂停。小组咱照目前的迄落。第5点就是咱，因为99个的关系，所以咱有3场礼拜。咱3场礼拜，第一场就是拜六暗时7点开始青年礼拜。咱较早讲青年礼拜，咱第一场拜六暗7点开始。第二场就是咱即摆的华语礼拜，早时礼拜日早起8点。第3场就是咱的国语台语礼拜。礼拜日上午10点，入来的时阵同款，爱量体温、酒精消毒、扫 QR code，这是咱的迄落标准的定数请咱会友配合。第2点，
2002年小会推荐中籍候选人的名单，张罗陈为民、黄团军、李正烈、杰书吴文仁、朱一玲、李进烈、林富祥、陈秋兴、玉石、杨春燕。咱敢若有一轮的选举吼，请咱为着这个受推荐的人来代祷。第三点，各团契会长的名单：少年团契吴团兴夫妇团契林庄洲，妇女团契尹丽芳，社青团契黄志辉，学青团契曹梦仙，少年团契赖和仪，政歌队陈为民，主席张碧君，得胜者陈素媛。教会消息，将于今年大专新生名单伫遮吼，咱有无登记到的，请咱咱的办公室来讲吼。李安杰甲尤颖的吼，李安杰是高雄大学西洋语文学系，尤颖的是台大机械工程学系。咱具体消息，本会陈美桃平陈美桃姊妹。伫8月20日，伫桃园教会完成个别的类似礼拜，请关心代祷，安慰遗嘱。这是请牧师来补充报告。我伫遮来补充报告几项，头一项我要请甲副长老、甲秀芬姐到在场，有的话请因起立，然后伫这日，阮有举行厝内底，特别是平丹美桃姊妹的个别礼拜对头到尾，因为安尼，我要请咱大家持续为即家来祈祷。即时我嘛要请因小看有一个旨意伫教会内底，所以咱为因来祈祷，求上帝特别祝福。伫这个家庭、甲这个家族顶头，上帝甲恁做伙伫地，赐安慰甲平安，甲恁做伙伫地。请坐，请坐。第二项我要来介绍今仔日的人客，第一位是张于婷姐妹，伊是今仔日伫咱中间受洗礼的邱俊仪弟兄的太太，因已经登记啊，总是还未办婚宴，总是已经登记啊啦吼，所以请伊爬起来无？第一遍来到教会，第一遍参与礼拜，那个于婷，我之后再来问你的感觉怎么样了？我之后再来问你，伊第一遍踏入教会吼，第一遍参加礼拜。我真惊伊拢毋知啦吼，啥物货拢毋知所以咱事后我要请咱的小组较侪关心，好无？俊仪的太太于婷，另外一位是俊仪真好的朋友谢义宏弟兄，对啊，谢义宏弟兄来。真好的朋友嘛是。实际上嘛是实际带伊进入信仰真要紧的人，所以伊即摆目前伫台北的文山教会做礼拜，所以咱欢迎多谢有机会来到桃园，甲俊仪做伙来到桃园教会来做伙做礼拜，毋知当我无介绍到第一遍来到咱中间的朋友兄弟姊妹。若无几项报告，当咱看报告时阵，咱爱会其实看报告，就是为遮个报告的人祈祷。所以我要请咱特别为着今年毕业，另外一个部分就代表因踏入新的阶段、生命的阶段，或者学生囡仔来祈祷，求上帝特别祝福，互因伫新的环境内底。真正领受到上帝完全的祝福，所以当咱看到因的时，虽然今仔日应该是爱为因祈祷，爱请因来，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咱就无特别请因来。所以我会记得有一个影片，对不对？放一下好了，来，咱来看咱自己的影片，来。
因的毕业啦吼，所以咱看到因的名，看到因古水的面，就为因祈祷哈。当赞美的旋律响起，我的心全然向你。当神灵的恩膏满溢，我的灵不再封闭。赞美的清泉如春雨沐浴，我心中的喜乐川流不息。赞美的音符如雪花飘逸，心中的暖流冉冉升起。我要开口向你赞美称谢，永永远远赞美不停，永永远远称谢不已。我要欣然向你献上自己，一生一世献上自己，一生一世交付不离。好，真短的鸦片总是咱求上帝持续祝福咱教会这个小儿。第二个祈祷要邀请咱持续为着咱所看到的这个中级的小会提名推荐的人选来祈祷。教会选举毋是咧拼人气，教会选举是透过祈祷，望鼓出上帝心意，会当伫教会领导的属灵领导者。所以，毋是投票了就无代志啊，是投票进前、投票以后，咱拢为着要领导咱教会的这个属灵领导者来祈祷，求上帝特别赐福。上尾一项要邀请咱大家做伙来清消，就是讲等一下离开的时阵，外口有准备毛巾甲四氯胺水，所以咱会当做伙清消咱所伫的所在。愿上帝祝福，甲咱做伙伫地。这是来吟上营386首，上营386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让咱起立来吟选首。当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永远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咱大家做伙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电压灭倒。
这是来平安礼，咱隔壁讲耶稣听你，愿你平安。